教的功法一点也没有用，怎么半点灵力都没有？师妹，你又在抱怨师傅，不怕他老人家收拾你？师傅教的功法根本没有用，没有修为，大仇何时才能报？站住！不许走！站住！我早已让位于你，为何还要对我穷追不舍？你若不死，我心难安，夜不能寐呀！你连你亲侄女都不能放过！侄女，哈哈哈！我连自己的大哥大嫂都下得去手，你觉得我会留着你个小杂种吗？是你杀了我爹娘！聪明，杀了他！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老天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那儿好像有个女孩。好像是从山上掉下来的。这小家伙竟是万年难遇的先天修仙圣体，带他回去，老夫我要亲自教导他。这功法练了7年，我体内依旧没有半点灵力。为师何时说过这是武学啊？弟子拜见师父。弟子拜见师父。为师传授于你的是养生功，此功法可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，却不是杀人技。师父，您就教弟子武学吧，有武学傍身，弟子大仇何时能报？哎呀，为师不会武功，你求我也没用。更何况为师平时教导你，莫要如此苦大仇深呢。你我不管。既然师父不肯教弟子功法，那弟子今日便下山去。您的大恩大德，弟子来日再报。哎呀，这，师妹，快别闹了。他要下山，便让他去。把为师的惊鸿剑、丹壶拿上，拿着吧。弟子多谢师父。师父，师妹乃是先天仙体，为什么要执着于练武？修仙不好吗？哎，他呀，身怀大仇，况且我一个修仙的，哪来的武功啊？况且作为修仙者，不可插手凡俗之事，这种天道难容之事，会使得飞升雷劫变得无比凶险。当初你有个师弟，在我这儿学了个一招半式，还没成仙就下山作恶去了。为师算算，他用不了多久便会面临死劫。师父，那我……你呀，你这资质飞升肯定是无望的了，所以之前你在凡世间还随便晃晃，无所谓的了。要报仇，还得去找北域张家，也不知儿时的婚约，他们是否还认？不过，这才7年，外面的变化竟如此之大。站住！张三窝，你可真能藏，扮的倒是像个乡野村夫，夫差点没认出来。
三位到底是哪路人，竟然追杀了老娘3天3夜？谁让你不交出苍牛神枪？你们是穆家的人？你现在知道晚了。下地狱去和阎王说，这山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死了，没人会知道。这3人起码是7品大高手，我也6品，今天恐怕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真晦气，怎么遇到了山匪？有人！那个，诸位啊，小女子不是有意偷听的。焦兄是个毛丫头，要不要杀她灭口？灭口？那个，好汉饶命！小女子只是碰巧路过，我什么都没有听见。既然撞见了，那就留下来一起陪葬。小姑娘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赶紧离开。夫说了，谁也不准走。诸位好汉，天地良心啊！小女子只是赶路碰巧路过而已。你们黑布蒙面，行事周全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清的。小姑娘，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你倒了血霉，冲撞了太岁，留下来陪谁一起死吧！不为7品大高手，如此可怕的气场。这姑娘怎么跟旺财试试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找死！不好，快闪开！即使再苦修，乃是9品大高手，竟敌不过这小妞一招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姑娘竟能一招重伤7品之境，那她起码要8品之境。喂，你怎么趴下了？快起来，别碰瓷儿啊！前辈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望您宽宏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对呀，前辈，你就当我们是个屁，别放了吧！有一招，把北域第1人重伤，此置拔在9品之上的神通技。前辈饶命啊！前辈饶命啊！前辈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前辈！他们仨把我当成高人了，那也好，先混过去再说。以后别再让本姑娘看见你们了，不然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现在带上她，赶紧走吧。谨遵前辈教诲，我这就滚，我们这就走，终于走了，吓死本姑娘了。感谢高人救命之恩。我举手之劳而已。高人乃8品之境，要是有他相助，何惧穆家？不知高人去往何处？婚否？家中有一嫡子，相貌俊俏，尚未婚配。如果你嫁给他的话，还可以拥有家财万贯。相貌英俊，还有万贯家财，怎么样？不对，穆秋元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可还要去报仇呢。承蒙厚爱，小女子已有婚配，先走一步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，也不知是哪家的公子那么有福气，能跟这种才貌双全的高人成婚。对了，我得先把这件事禀报给家族才好。江兄，江兄，没事吧？江兄，江兄，江兄，江兄死了，死了！正打死北域第1高手，北域要变天了！新鲜的包子，上等的牛肉馅啊！新鲜的包子出炉啦！呀，要不要来2个包子？给我来一个吧。哎，好嘞。
您的包子。小姑娘，好吃吧？嗯3块铜板。抱歉，这拿给你。糟糕，忘记带钱袋了。小姑娘，你不会想吃白食吧？不是，老板，我真的忘带了。我回夫家就在附近，等下就付给你。好，没给铜板，今天别想走。我帮他付。长得好帅啊，正合我口味。可惜了是个瘸子，不过小女子我是不会嫌弃的。下次出门记得带钱袋。谢谢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等本姑娘有了钱还你。不用了。闪开！快闪开！闪开！小心！真想就这么趴着不起来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本姑娘救你一命，那欠你的3个铜板就不用还了。少爷，您误案了。无碍，那女子为何如此熟悉？爹，这是娘的信吗？你娘遭遇穆家的围剿啊，不过还好有高人相助，目前她还没有受伤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倒是你身体如何了？少爷方才在街上旧伤又复发了。大哥，没事吧？已经服过药了，无碍。都怪这该死的慕容杰，要不是他下死手，大哥也不会成今天这样。家主，门外慕承天之女求见。哦，承天兄的女儿，让她进来吧。他居然是张明晨。是他。秀媛见过张家主。你就是承天兄的女儿？正是，这是当年订婚信物。7年前啊，承天兄遭歹人刺杀，而穆家呢，传言你意外坠崖呀。以前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好了，废什么话？你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嫁到我张家来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想嫁给我哥，门都没有。宁天，不得无礼。哥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他哪里配得上你？他一个瘸子，我嫁给他，我还没觉得委屈呢。你说什么？小女子确实是为了婚约而来。我母亲和张家主母是金兰之交，在儿时定下婚约，说是成年后便成亲。你却几次三番出来咋咋呼呼的，是欺我是一介女子吗？穆姑娘，你失踪的这几年，对张家的处境不太了解。张家现在不容乐观。自从承天叔过世后，穆忠贤就联合着其他几个家族，想来吞并张家。我这双腿也是因为慕容杰所害，害怕连累了姑娘。我明白了。但你要是有任何的困难，我一定会全力相助。哎，但是话先说在前头，帮是可以帮，但是想嫁入我张家，门儿都没有。好了，等一下呀，我先给你备点盘缠，你离开吧。先前走得太匆忙，竟忘了问高人名讳。看来我张家是无缘高攀人家。家主，有位姑娘要嫁给少家主，家主正要赶人呢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究竟是哪家姑娘看上了我家的瘸子？
家主，这是按老爷吩咐的50两银子和些许珠宝。张家素来以仁义传家，岂容外人妄议。这些盘缠你拿着，够你置办今后生活。还不快谢过老爷！多谢张家主，修缘这便离开。修缘谢过诸位。拿了钱就赶紧走吧。明天不得无礼。等等，凌晨，你该回房用药了。爹，让我跟他聊两句。你也看到了，如今我连我自己都难保。日后要是穆家再来找你，恐怕你的日子不会好过的。多谢张公子提醒，我心里清楚，如今张家处于困境之中，而且穆家那边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。你如果懂事的话呢，就尽早离开，省得给我们张家增加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。我自然是会走的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、大呼小叫的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语气啊？是哪家姑娘居然看上了我们那瘸了腿的宁晨？究竟是哪家姑娘看上了我家瘸腿的宁晨？你回来了，是承天兄之女穆秋元。她和宁晨有婚约在身，更何况是当年你和穆夫人的酒后戏言。我娘也不会同意你们两个的婚事的，也不照镜子看看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把嘴给我闭上！听见了没？我娘叫你把嘴闭上，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别想加入张家。娘，穆姑娘已经取消婚约了，您冷静点。林野，怎么是你啊？穆姑娘，这是我娘。喂，你乱叫什么呢？臭小子，我是让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你打宁天做什么呀？你也给我把嘴闭上！穆姑娘，原来是你跟我家宁晨定下婚约了呀！林野，您就是张家母。我就说了，我们之前相遇啊，就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。秋元自知家世配不上张家，我们终究是无缘分。我先走了。胡闹！谁说的？他一瘸子还配不上你了？娘子，你给我闭嘴吧！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上你儿子了，还推三阻四，生怕你儿子讨到老婆吗？我没这意思啊。那就按我的意思去办，这婚必须结，而且刻不容缓。明天就把这事办了。娘，这恐怕会连累到穆姑娘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她一介不能修炼的废物，嫁接生下来也是吃白食的。林野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秋元，别在意他们，这张家我说了算。而且这桩婚事是我和你母亲生前的遗愿，我相信她九泉之下肯定会深感欣慰。要是有秋元在，何惧穆家？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先走了。赶紧走了最好。臭小子，你快闭嘴吧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婚约就定在7日后，不，明日就办。顺便呀，把洞房也给办了。这么好的姑娘呀，可不能让其他人给抢走。穆姑娘，我知道你并非真心嫁给我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相敬如宾，互不相妨。要不是我打不过你，我早走了。不过你下半身瘫痪，不想以礼相待也难。请穆姑娘注意言辞。真没感觉，这也没感觉。请穆姑娘自重。这样也没感觉，这样呢？这样呢？你腿能动啊？我所练的乃是神机机关术，可运用灵力驱动双腿。
又不像某人一样是个废物。你要是再敢乱动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真的？那就赶紧开始吧。无耻！谁啊？少主，本姑娘，少主，少主，大事不好了！穆家大长老带人硬闯，你快去看一看。在外边等了老半天，没见张家主身影，我还以为你是缩头乌龟，不敢见人呢。穆千珏，你胆子还真不小，竟然敢擅闯我张家，就不怕有去无回，把命留在这儿吗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张家有什么能耐，能让我有来无回。你真以为北域是你们穆家说了算吗？敢来我们张家闹事？没错，我就是来找茬的。听说你们张家举办大婚，我带了几个弟子来跟你们过招。你们输了，苍冥神家归我们穆家。哼，你们张家都是缩头乌龟，都不肯应战。休想！苍冥神枪乃是我张家祖传神器，你岂可作为赌注？你算老几？二位不敢？好啊，比就比。倘若你输了，流云城的产业可要归我们张家。好，可别反悔。就怕到时候后悔的是你吧。诸位别冲动，穆千珏大弟子穆浩五品实力远超我们小辈，这赌约根本就没有胜算。林毅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。张家小辈儿就这点胆量，连切磋都不敢吗？张家小辈不过如此，不敢打也行，胯下爬过去就可免战。穆浩，你找死！死瘸子，你挺不服啊？你们一起上吧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可恶！你们欺人太甚！穆长老，好好管管你的弟子。我张家人才辈出，仅凭这一点，就能收拾你的。林毅，咱别太张扬了。还叫林毅呀？娘，咱低调点啊！怕什么呀？来呀，擂台上见高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张家母可比当家的有胆识。在场的诸位，给我做个见证，谁反悔，谁就是孬种。好啊，门口的诸位也都进来吧，正好一起帮忙做下见证。行，能看到这场比武，哎，是我等福气啊！我有秋元在，你们穆家来一个打一个。看婆婆这么自信，肯定有后手准备呢。张家的，谁来受教？穆浩可是穆家天赋仅次于慕容阶的高手，比张宁晨还高一个音阶。苍冥神枪怕是要拱手让人了。宁天不是他的对手。娘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急？区区穆家，不足为惧。你娘又在说大话了。婆婆这么有底气，肯定是留有后手了。穆千珏，说好的切磋，你为何下狠手？徒儿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大长老，我只是轻轻推了他两下。哎呀，没事吧？谁知他这么不禁打？张兄，你家张公子功夫不到家呀，要不要
换一个会打的上来。欺人太甚！我来会你。好帅啊！哥，张家第一天才。张家是没人了吗？派个瘸子上来。我说，实在不行，你们张家就认输吧，省得这有人在受伤。叫什么叫？不是还没打呢吗？都觉得我是个废物，也罢，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我这个瘸子是怎么把你踩在脚下。嘿，宁晨双腿虽废，修为反倒精进不少啊。宁晨天赋如此之高，秋元自愧不如。秋元，你又说笑了。真的，不愧是我的夫君，随意一个动作都这么飘逸。哇！哥，凌晨，帅不过3秒啊！你没事吧？好，这就是张家天才少主，天赋第一人，也不过如此嘛！来人呐，快给你们的瘸子少爷换把新的轮椅！你太无耻了，比试而已，下如此毒手！依我看，你们一起上，我一个打10个。看来你们张家都是一些草包。今天小爷我高兴，你们一人上来给我磕一个头，比试就到此结束。谁说张家无人了？啊？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本姑娘姓穆，是今天的新娘子。一介女流之辈也想逞强？难不成你就是那高手？我的好儿媳终于要出手。还请爹娘主持公道啊！让我们上？我还以为你们张家藏了什么高手。我说二位，这是在哪儿找了这么滑稽的儿媳呀？哼，就是个废物。这太丢人了，哪有让长辈出手的道理啊？娘，这穆家下狠手重伤宁晨，分明就是没有把你们二老放在眼里。秋元，愿赌服输，你怎么能让长辈出头？看看你找的好儿媳，小辈切磋，我不好插手。哼哼，不接受挑战，就把苍冥神枪交出来。等等，我张家还有一人未露面，他的身法如惊鸿掠影，掌风可撼动天地，定能让你弟子惨败。张家又有天才横空出世，不知道啊，没听说过呀。娘，这人究竟是谁啊？哼，此人就是我的好儿媳。啊！我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真不会，我什么都不会啊！娘，秋元的不合适。娘，你难不成是想帮大哥休息吗？但是这也太折腾人了吧！你休要胡说。秋元，你随便露几手，收拾穆浩绰绰有余。可我根本啥都不会啊！娘，我只会一点点花架子，就一点点。娘信你啊！我，对手太弱了，我不忍心出手。小婊子，说谁弱？有本事上来！这架势
我上去得被打死。娘，还是你上吧。秋元，就你了，别推我，相信自己，你来。别客气，你来。我相信你，你来。还是婆婆来吧。你来，你来就好了。娘夫他是在搞什么鬼啊？全乱套了。来吧。不打就认输，磨磨蹭蹭，要不跪下求饶？等等。娘现在受伤了，上不了擂台了，靠你了。我还是晚了，那要不我也给自己来一掌？就算娘求你了，你要是再不出手，沈清就保不住了。我，好吧，婆婆肯定留有后手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上。秋元，全靠你了。你们张家这是在哪儿捡的儿媳呀？连站都站不稳！娘，你这不是让秋元去送死吗？一定是娘为你休妻而找的借口。这不借着穆浩的手彻底解决他吗？为父觉得宁天说的有道理。你休要再胡说。怪了，你怎么一点灵气没有？难道不成是藏拙？不对，你根本不会修行。对啊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所以我还是下去吧。站住！上了擂台还能有下去的道理？张家儿媳就是个无法修行的废物。哎，那小丫头要倒霉了，怕是会血溅当场吧？爹娘，快停止逼我！慌什么？秋元自有办法。娘，你若是看不上他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这门婚事。他若是有任何的闪失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你信你娘一回。原来如此，张家这招借刀杀人妙啊！穆长老，不如我们再开个盘呀？我让你徒弟输，除非这天塌下来，浩儿怎么会说一个女流废物？好啊，那若是你们输了，就再压一座城池给我张家，如何呀？赌就赌，你儿媳妇输了，你便送我张家一座城的所有产业。别赌了，再赌家底被你赔光了。秋元，放开手脚，不用跟他手下留情，打死了算我的。娘，站在台上的是我呀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等下开打的时候，你就往台下跳，我会接住你的。还是夫君靠谱。小娘子，看你有同姓的份上，我让你打一拳怎么样？你说话算话，不许反悔。来来来，我站着不动让你打。磨磨唧唧干啥呢？动手啊！拼了！哎呀！哦。我说你们这个儿媳挠痒痒可是一把好手啊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娘，你看到没？这秋元根本就不是穆浩的对手。不可能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可我分明亲眼看见他一拳打飞极品高手啊！小娘子手还挺软。我都说了我不行，娘偏偏让我上，现在完蛋了。你要是陪小姨我睡一觉，我就让你下去。找死！我对你这副长相不感兴趣，倒胃口。臭婊子！现在就让你尝尝我长虹枪诀，别说我不尊重这场切磋。你们
们二位的儿媳妇可是有福了，长虹枪诀可是我徒儿的绝技。张家现在要是跪下磕3个小头认输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人死了追悔莫及呀！一场比试而已，没必要这么认真吧？爹，一块儿的下来，你娘不让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谁赢谁输还说不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浩儿不要手下留情，废了他！且慢，得救了！娘，你想通了？现在认输，晚了！谁说我要认输了？老娘是要再加个赌注，再赌一座城池的产业。我押你弟子输。娘，你疯了！哎，家主，那我可就要失手不保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徒儿将他碎尸万段！臭婊子，去见阎王吧！哼！不可能！喂，你可别碰瓷儿啊！我可什么都没有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全身经脉尽毁，难不成是因为这婊子？不可能！浩儿死了！穆浩死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穆浩怎么突然就倒地上了？我刚才也没眨眼啊。我就说过相信秋元吧，何况我看人从来没走过远，更何况是我的好儿媳。难道秋元有所隐瞒？穆千珏，这次切磋你们输了。不对，我徒儿全身筋脉已毁，并非你儿媳所致，而是因为长虹枪诀走火入魔所致。所以这次切磋不多说。是我想多了，不过他没事就好。切，我还以为穆秋元这个废物终于有点作用了。于天，再对你嫂子出言不逊，就给我面壁思过去。哦，穆千珏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你弟子在擂台上走火入魔，已经是技不如人，那便是输了，哪有那么多歪道理？我说不作数就不作数。不过我徒儿走火入魔，跟这个婊子脱不了干系。我有半毛钱关系啊！明明就是他自己不行啊！若不是你言语挑唆，他怎能使出长虹枪诀？怎能走火入魔？什么歪道理啊！你这个老东西，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今天无论如何，必须给我徒弟偿命！小心！哼！想不到半年，你的修为提升如此之快。穆千珏，小辈之间的切磋，你身为长辈掺和什么？这个婊子害死了我徒弟！老家伙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明明就是你徒弟肾虚，练功走火入魔了。臭婊子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穆千珏，要么继续派人上擂台，否则切磋到此为止。爹娘，依我看，这穆家弟子没有胆量。爹娘，他们穆家除了穆浩之外，都是些歪瓜裂枣，挨个收拾他们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让我回去一趟，再回来与你们切磋。走！人在江湖，诚信为先，不如先把张家的赌约兑现了再走也不迟。身形放枪！长老，你没事吧？这么长时间了，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们穆家真是个笑话！欺人太甚！如月和黄渊就在附近，你们要是不交出苍冥神枪，你们等着灭门吧！柳如月和黄渊都是九品大高手，我们张家没有人能对付得了。现在后悔晚了！
看来穆千珏那边不太顺利，还不是上次让李若薇给跑了。好在之前有乔装，他没认出咱们。上次是因为有高人在，让他逃过一劫，这一次他死定了。那个世外高人啊！太可怕了！没想到北域界还有如此高人。老身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。娘，这柳如月和黄渊是何许人也？我也从未见过他们，只听闻二人是九品大高手。我也不知他们为何会帮穆家。2位9品大高手，张家怕是要灭门了。张家全部加一起，也不够二老打的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离开才是。宁晨说的对，秋元天赋再高，但现在也没有成长起来，还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先走为上策。说的好像他好像真能修炼似的。闭嘴！秋元，先离开这儿。柳如月和黄渊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。好。臭婊子，刚才你不挺狂吗？现在要去哪儿啊？你把嘴放干净！哼，小子，你也挺狂啊！一会儿我打断你的双手！老匹夫，你找死啊！娘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穆千珏，小心刀剑无眼！你们殊死！你敢动我？一会儿刘老黄老来了，你们交不出这个苍冥神枪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好下场。那就在他们来之前，老子先剁了你！老身看神如此大。竟敢与我等作对！拜见刘老黄老，拜见刘老黄老。他们穿着如此华丽，看来真是不一般啊。看样子，这就是柳如月和黄渊。你待会儿可别乱来。这2位可是动动手指就能灭了我们。方才是谁如此嚣张，竟敢动穆家的人？就是他们！二位，我们张家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不知道穆家许诺了你们什么，竟然要与我们张家动手。你无需多言，当下全部送你们去阴曹地府。现在跪下，我把信钻过去，交出苍冥神枪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。做梦！我们就算是死，也不会交出苍冥神枪。提出比武和赌注的是你们，现在又出尔反尔是吗？你们当真是北域的败类？我并没有出尔反尔，是你们没有机会拿走刘云城的产业，守不住你们的苍冥神枪。如今的穆家都是一些无耻之徒吗？二老，就是这个婊子害死我徒弟。你是说他？没错，请刘老将这个婊子交给我，我定要挖出他的死因，按照4日把他剁碎了喂狗。刘老，你这是为何？前辈，我才没看到您，还请您恕罪。您恕罪。啊，这不是吧？我没看错吧？2位9品高手居然给他下跪了！你怎么没跟我说呢？藏得那么深，能让这2位前辈行此大礼，难不成秋人的实力不止8品，是达到了9品之上？而且以前还和这2人有过交集。这丫头什么来历？竟然对2位长老行这般大礼！哎，2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受不起你们这样的大礼。对呀，2位长老，你们俩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前辈，方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们计较。还请前辈宽恕我们的冒犯。能让2位前辈如此敬重，我的好儿媳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你这低调的也太过分了吧？娘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他们啊。好的，我懂的，不用解释。我真的不认识他们啊。哎，就算你不认识，也要装着认识。现在全靠你了。你们还
真指望这个废物认识什么大人物啊？再废，我就让他们先把你剁掉。你好，那个我原谅你们了。多谢前辈宽宏大量。前辈果真是神通境强者，方才强行将我扶起，我们竟毫无反抗之力。难道这丫头家世不简单？长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二位长老，咱们之前可有过约定呢，好处你们都收了，现在不能反悔吧？谁让你对前辈如此无礼？我们和穆家的约定作废。不仅如此，今天你还要以死谢罪，以弥补对前辈的冒犯。穆千珏，看看，刚才何必那么嚣张呢？你再嚣张一个试试！你们不能杀我，杀了我，等我的家主出关，是放不过你们每一个人的。到时候你们整个张家都得给我陪葬。简直笑我！老身可是北域老一辈中的顶尖强者，还会怕他穆忠贤不成？前辈，今天他们不仅要把流云城的产业以及2座城过户给张家，还得给前辈磕头赔罪，并且把命留下。前辈，你看这样可还满意？别做的太绝，小心会露馅。放心，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这点演技还是有的。那个，你们看着办吧，不用考虑我的感受。前辈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让您称心如意的。杀了我，等我们家主来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穆千珏，不用你替我们操心，穆忠贤自然会下去陪你。好大的口气！到底是谁竟敢杀我穆家的人？家主，你终于来了，他们要杀我！穆忠贤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这女子为何如此熟悉？现在已经……你谁啊？这里是张家，赶紧滚出去！家主，可算来了，是他们要杀我！张承建、林若薇，许久不见呐！是穆家家主穆忠贤，他居然来了！你敢杀我张家弟子？真的是他，这张脸我就算死也不会忘记。别冲动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是女子，不是君子。他现在已经不是9品之境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千万别乱来。现在你还不是他对手。穆忠贤，你竟然敢伤我张家弟子，你是不是要找死？9品又如何？等下还不是被秋元打得跪地求饶？没想到我闭关几年，倒是让你们的胆子大了不少。不过踩死1个人，这可远远不够。穆家主，闭嘴！2个该死的老东西，拿了好处就不办事，想死吗？穆忠贤，看在你给了几杯丹药的份上，老身给你面子，但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别跟他废话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怎么可能？你的修为竟然已经超过9品，在我之上！什么？穆忠贤竟已突破了神通境，那岂不是超过了北域第1人江澄？怎么可能？连刘老跟黄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神通境比9品还厉害。那肯定。神通境，仙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才过去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怎么可能突破到神通境？大人的手腕，岂是你们能够想象的？可惜呀，你们2个老东西自绝后路，没有神通境的命，还有你们在场的所有人
都要给穆浩陪葬。穆忠贤，是你的人先上门找茬的。闭嘴！你杀了我穆家的人，这事儿要怎么算？让他们跪在我徒儿的坟前，磕头认错赔命。都听见了吗？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跪下！每人磕3个响头，再自废修为和双腿，也许我会考虑留下你们的狗命。妹，你快出手啊！我快顶不住了。我出什么手啊？我根本就打不过。前辈，怎么可能？你也是神通境啊！你们就别为难秋远了，他哪是什么神通境？要真是的话，也轮不到穆忠贤在这里了。完了完了，前辈在我们之上，却在神通境之下。穆忠贤，别想得逞！大长老，来人！参见家主，参见夫人。看来你们张家不服啊！啊！穆忠贤，我们张家就算是灭门，死也要站着，死也不会给你们这种无耻之徒下跪。大长老，布置阵法。我妹拜见穆家主，求大人饶过我们。大长老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人各有命，别人不想死，难不成你还要逼着人家去死吗？张承建、林若薇，张家命数已尽，我们只有臣服于穆家才能活命。我要杀了你这个叛徒！若是不想死也行，3日之后参加我穆家祭祀。家主不能放过他们！闭嘴！你个废物，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本家主自有打算。哼！3日之后，穆家祭祀，若是不来，可就不是死1、2个人那么简单了。让开！这穆忠贤欺人太甚，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人治得了他。夫君，现在除了参加穆家祭祀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。不参加祭祀，那穆忠贤杀回来，我们一样必死无疑；参加祭祀，虽命悬一线，但还有1线生机。就算只有1线生机，也要拼死一搏。没想到穆忠贤才用了几年的时间，竟然突破到了神通境。如此速度，令人啧舌呀！哼！爹娘，我们还有苍冥神枪呢。那苍冥神枪就是块废铁，几百年了，连能拔出来的人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试一试。明天你早点起，一块儿去神枪阁。你在干什么？打地铺。主动打地铺啊，北域好男人啊！但是本姑娘可不需要这样的男人。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上来跟我一起睡。你确定？自然，本姑娘说话算话。那你到时候可别后悔。自然不会后悔。哎，天气有点冷，小心着凉。你干什么啊？天气冷了还不让人穿衣服了？还是说你想接着往下看？死嘴！人家说想继续看嘛，怎么关键时刻就怂了呀？
看来有人有色心，没色胆。你这个腿到底是怎么伤的？跟你大哥慕容杰比武时，他给我下了毒。他真不是个东西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个腿我能帮你治好的。你？我爹娘找遍了整个北域，都没有任何人能治好我的腿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唉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去神枪阁。娘，你快起来，跟我一起练养生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功法可厉害了，它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而且医治百病，治好你这个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别闹了。哎呀，你跟我一起练嘛。静下心来，跟我一起念：虚极静笃，观窍凝神，存一气于混沌，守黄庭以报元。这功法竟能调动如此浓郁的阴气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腿能动了，现在不靠神技术，我也能走路。你别告诉我，你练了一晚上，腿还没好。我这腿都几年没有治好了，现在才1个晚上我就能站起来了，还不够吗？我先去跟我爹娘报个喜。一晚上都没有领悟师傅的养生功，看来他这资质和师兄一样差。你是说，秋元教给你的养生功，你刚练了一晚上，你的腿就痊愈了？虽说还没有彻底学会，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行动自如了，而且我的功力也有所长进。竟有这般神效！可秋阳为什么练了这么多年，却毫无进展呢？还能如何？肯定是因为他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呗。娘，你看大哥他打我！谁再敢说秋元坏话，家法伺候。我……哎呀，可惜了，秋元这么好的气功，却无法修行了。爹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秋元的。好像他不用你保护吧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快去神香阁吧。昔日张家在北域成为第一家族，全凭这柄苍冥神枪。这苍冥神枪竟有如此大威力！苍冥神枪可不是普通的兵器，它能汲取力量，领悟奥秘，称霸一方。可惜了，300年来再也没有人能突破阵法，也没有人能拔出这苍冥神枪。若是有一个人能拔出此枪，何惧他慕中仙？这股力量，此阵法是神通境强者所为。此阵法乃长老所有，长老便是神通之境。既然神枪是最后的希望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这么自信，说的好像你能拔出来一样。你们
谁先来呀？不妨让老身先试试。这苍冥神枪虽说是我张家的祖传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刘老请。苏月，连刘老都进不去啊！这阵法不只看修为，更考验资质、天赋。你们谁还来呀？我来。没想到这神枪的威力竟如此巨大9品的资质都不行，难不成必须要神通境啊？苍冥神枪是神品，常人难以撼动。你们还要尝试吗？2位前辈都不行，我天赋差就更不行了。哎，大哥天赋异禀，或许可以。此事关乎到张家的生死，我去试一试。一口气走了3步，他的天赋不在2老之下。第4步了，莫非张公子的天赋在我等之上？难以置信，这不愧为我张承建的儿子，若再走6步，他就可以摸到神枪了。啊！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是神枪发威了，他再往前就会有生命危险呐！宁晨，别硬撑了，命重要啊！为了我张家存亡，我必须去把。好，神枪之力在蚕食他，快退出来！张宁晨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别再进去了！宁晨，你快回来呀！我绝不放弃！傻孩子，别应承，回来！是神枪显灵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。秋远，快救救宁晨！莫非婆婆有底牌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先救人要紧。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你赶紧出去！你娘让我来的，还有底牌保我们。穆秋元他不要命了吗？大哥和2个前辈都不行，还一介不能修炼的凡人，进去找死吗他？肃静！连前辈都看不上，那是这苍冥神枪眼睛瞎。婆婆用了法器，我竟没受到半点伤。赶快出去，这里会死人的！你也知道会死人啊！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我都不想进来的。你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先出去。秋元呢？还在里面。完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惊动了枪灵，怎会有人留在阵法里？神枪的此等神力，饶是我等触碰，也会顷刻间化为血水。
娘，你不是还有底牌吗？你赶紧拿出来啊！最大的底牌就是秋元呢，哪还有底牌？哇，这个世界上竟真有凤凰！小贝，速速离去，此等机缘能够沾染。我本来也是不想进来的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不拔一下神枪，岂不是亏大发了？有点胆量，本尊让你死个痛快。这股力量怎么会？我竟无法靠近了。神枪，先借我用。九灵究竟发生了什么呀？等等，这阵法的力量竟然变弱了！阵法力量变弱了，此时正是我等进去的好时候。二老，随我们进去吧。好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进来了？秋元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我没事啊，刚刚不知道怎么了，那只凤凰突然就溃散了。什么？凤凰乃是神枪的守护灵，竟然溃散了！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秋元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儿，娘怎么可能会让我受伤啊？不行，我现在带你回去见一下郎中。别撒手吧，瞎操心。秋元好着呢。娘，你以后不能让秋元做这种事情。哼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拔出了苍冥神枪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得意什么？要不是两位前辈还有我爹娘进来救你，以你那点实力，怕早就死在里面了。还拿到苍冥神枪呢！叶天，你少说两句。我说错什么了？行了，无论怎么样，秋元也是100年来拔出神枪第一人。你们从哪儿招来的儿媳妇，如此有资历？方才真是秋元逼走了枪灵凤凰。若薇，忘了问话呢。啊，可能是命中注定吧。林若薇走了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的儿媳妇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孙子带来，说不定会被看上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苍冥神枪有情况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分明是神枪的力量在消散。不会是坏了吧？苍冥神枪是神品，即便是仙人也难以破坏，更何况……我断了，我也没使劲儿啊，这不会是个伪劣品吧？王老，你悠着点儿，没必要为了一个伪劣品而伤了身体啊！是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夫守了神枪阁已逾100年，这枪千真万确，这就是老祖当年所传下的传世之宝。糟了，那说明你们老祖也遭人骗了。王老，这苍冥神枪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？我不知道，这苍冥神枪也毫无神力，怎么成了废铁？这么说，这枪没用了。现在没有了神枪，我们拿木中贤怎么办呢？我就说你穆秋元怎么能轻易拔出神枪？原来是神枪里面灵力涣散了。前辈，在下总门内有一件神器，或许可以对付穆中贤。我与皇兄回去取，2日后我们穆家祭祀上见。多谢前辈相助。穆秋元，你看到了吧？他们临阵脱逃了，只耍耍嘴皮子，没有真实。他们可不会轻易为你卖命。闭嘴！我哪说错了？够了！
令若薇和张成杰留下，其余的都出去吧。王老，有何事？这枪可惜了。不对，这神枪明明还有神力。原来如此，你们儿媳究竟何许人也？王老，此话何意？他竟能镇住神枪那个神力，北域第一人穆忠贤，他也做不到。只要有秋元在，我张家就有救了。那2人之后还需要神枪吗？不用了，那枪留着过年杀猪用。哎呦，你看上这写的啊？这石碑上有字。什么？穆承天夫妇勾结魔域，谋害穆家，欲侵北域。穆忠贤，他竟把我爹娘污蔑成勾结魔域的奸人，罪不可赦。确实罪不可赦，但你先冷静。穆承天勾结魔人，确实罪不可赦。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个石碑是何人所立啊？这如此下作之事，还能有谁？张伯、林爷，这石碑是我父亲做的。为什么？你就是那死瘸子辛曲娘子。哼，我知道张家以前和穆承天关系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结魔人，残害同僚，罪该万死。我们立此石碑，也是为了警醒后人。你胡言乱语！切莫冲动，你现在还不能暴露。死瘸子，管好你的娘子！他的模样倒是让我想起了穆兄，奸人，竟也妄想坐上家主之位。你闭嘴吧你！勾结魔人的分明是你爹慕容杰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看！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当年的少家长，你们可以亲口问问，当年的真相是否如此？穆秋远，你居然没死！娘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对秋元不利啊！慕容杰和秋元水火不容。别担心，我自有把握。娘，我信你，但是可得保住秋元的小命呢。真是难以置信，你还活着！托你爹的福，当年悬崖下有条河，没把我摔死。哼，没死也好，这次我要亲手把你折磨致死。穆少，这穆秋远他就是个废物，你杀死他，岂不是易如反掌啊？不是吧，穆秋远，你年近20，竟空无一身兄弟，真是个废物。我在那街边随便找个乞丐，恐怕都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吧？就是，我要是他的话，我都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慕容杰，你爹害死我爹娘，还立碑羞辱他们，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有这件事情吗？我问问在场诸位，穆承天是什么人？我想诸位心里都清楚。穆少，谁人不知穆承天那狗东西勾结魔人啊？是啊，他真是丢尽了穆家人的脸面。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软骨虾，只会阿谀奉承，难道置真相于不顾吗？什么真相？我穆家就是真相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我切磋，赢了便放你们走，输了，便是死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你事后不许反悔哦。娘，慕容杰乃是6品之境，你这跟让秋元去送死没有区别。要不你上来给我打一架，我再把你的腿打断。既然娘同意，那肯定是留有后手吧。我同意跟你切磋。
介绍可是6品高手，你准备给他收尸吧？娘，他跟你都是同等境界，居然赢不了他。说的好像他能打得过别人。依我看，趁2位9品高手没来之前，咱们还是低调点。闭嘴吧！放心，秋元对付他们轻而易举。口出狂言！林少尉，你指望这个废物翻盘，简直是痴心妄想啊！孟秋元，听到了，我可是6品军师，你现在自废四肢，或许我还能留你一条命。我穆秋元贵父母，贵天地，贵恩人，就是你贵畜生啊！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好安心杀了你。你爹娘死的当晚，我也在这里。我呀，还有幸踩断了他们的双脚，尤其是你那娘，跪着哭着求着我说：“放过我的秋元，他只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你这个畜生！谁让你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个修行废物，竟也敢坐上家主之位！现在我就送你和你爹娘团聚。婆婆，有体派赶紧使出来，我快顶不住了。无死！呀！这股劲气，这等恐怖剑意，没想到秋元已经将剑道练到如此境界。这剑气可以毁天灭地，这难道就是轩辕真正的实力吗？难不成他之前都是在藏拙？这不可能！这个废物能使出如此恐怖剑气？不可能，这股剑气不可能是真的。娘果然留有后手。慕容姐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给我滚下去！婷儿，婷儿，爹，穆秋元用阴招杀了他。秋元，没想到你的剑道也如此的了得。秋元，藏得够深啊！嫂子，之前多有得罪，别见外啊。不是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。秋元，你别谦虚了。差点忘了，小辈之间的事儿，婆婆不能插手。好吧，是我干的，跟娘无关。来，那把剑。本座助你突破，坐上家主之位。你莫要忘记之前的仇，那是本座成仙的关键。是，小的绝不会忘记。一旦有了惊鸿仙法和惊鸿剑以及造化丹的下落，小的一定会通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
若遇强敌，打碎玉佩，本座会助你。怪不得他的剑气如此强横，原来是靠这把惊鸿剑。哼，好侄女，你还真是送了我一份大礼呀！穆忠贤，你儿子之前可是说了，赢了切磋就放我们走。放你们走？妄想！伤了我儿子，一个都别想走！穆家人果真都是无赖，输不起就要耍赖。若不是穆秋月他耍小手段，凭他这个废物，岂能赢过我儿？空口无凭，有本事拿出来证据。没有证据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哈哈，想我穆忠贤纵横北域，向来雷厉风行，何须证据？爹，杀了他们！你们父子还是一样下作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闭嘴！小杂种！让你摔死你算你命大！剑竟又送上，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有门你闯进来。好啊，那二叔就再成全你一次。穆忠贤，动手之前你可想好了，到时候别死在秋元手下，哭着去阎王爷那儿叫冤。林若薇，你人老脑净，真以为你凭点小手段赢了我，就能赢我爹啊？林若薇，张家亡于你手，现在乖乖跪下，磕头向穆家求饶，也许还能活命。哼，一个女子还敢造次！看老娘先剁了你！娘，咱低调点。不要乱说。晚了，现在谁也走不了。只要拿到惊鸿剑，魔主大人定会重视。林若薇真是不知死活，张家注定要被灭门。死吧！啊！二位长老可算来了。两个该死的老东西，本以为你们不再掺和此事，没想到还真的来了。穆忠贤，你勾结魔域之人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管？多谢二位前辈相救。怕老曾用剑天境镇压北域神通境强者，有了二位的相助，或许我们还有转机。你俩当真要插手此事吗？忠贤，7年前你谋害穆承天夫妇，篡夺家主之位，全靠魔人帮忙，你该当何罪？是我干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为天下苍生之大幸，你们谁有异议？家主英明，穆家主圣明，岂容他人污蔑？你们这帮趋炎附势的软脚虾！他串通魔人欺压北域，你们居然还帮着他说话！贱种出口！前辈，不必废话，先拿下穆忠贤。雕虫小技！啊！怎么可能？二老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！我乃神通之境，岂是九品蝼蚁能够相比的？死瘸子，先拿你开荤！小心！爹，这怎么可能？金刚造诣竟然强到可以斩退神通境！这等剑气，前辈的剑道造诣堪称是登峰造极啊！这一剑便斩退了神通境，不愧是陆地最强剑神。难不成先前他真是靠剑术赢了我？二叔，我都没用力，你可别碰瓷儿啊！爹，无妨，这蝼蚁若不是凭着惊鸿剑，岂能胜我？爹，你说他手中便是惊鸿剑？没错，若不是这把惊鸿剑，他怎会有如此剑道造诣？秋元，二叔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交出这把惊鸿剑，饶你不死！难道嫂子刚才那道剑气是凭借惊鸿剑？前辈造诣如此之强，只是一把剑便有剑神之力。我就说这废物怎会有如此剑道？再废物，也是在擂台上战胜了你徒弟。死瘸子，再废话，信不信把你的好腿给你打折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想下去陪你徒弟了？家主，他有惊鸿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神剑赐予你无上剑道，可就算你再强，终究是肉体凡胎。焚血鼎，有点见识，此鼎能够炼化世间万物。一个破鼎，装什么装？有本事把秋元也装进去啊！娘，不要再胡说了。娘，我没有那个本事啊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就等着被化作血水吧！师傅，你俩真的？秋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回事呀？前辈竟能一剑碎鼎，当真恐怖。这等剑道，岂是我们用尽一生能止息的？魔鼎就这么碎了？我就说吧，秋元可是天下无双。秋远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随手一剑，那个鼎就碎了。也许是师傅这把剑的缘故。爹，这鼎碎，我们怎么办？穆中贤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要不是他靠着惊鸿剑，怎么可能坏了我的焚血鼎？前辈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依我看，今天就斩了这孽障。娘，穆中贤，放开我娘子！你放了我娘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交出惊鸿剑，否则我杀了他！秋元没了神剑，大家都不能活。贱人，给我安静点！靠剑装神弄鬼的废物！魔主大人可是半步仙人，踏入江里，你拿什么来当魔主？好啊，你果真勾结魔主，你这是要置北域于万劫不复！这都是你们逼的！此玉乃魔主所赐，只要我捏碎了，魔主大人便会降临，你们都逃不掉！等着，魔主大人不会饶过你们！这下糟了，等下魔主降临，咱们还全无力抵抗啊！这个魔主到底是何许人也？魔主乃是半步仙人，神通境之上。100年之前，受北域3位老祖镇压，才没有入侵北域。如今，这么快便卷土重来了。3位先祖早已仙逝，世上已无人能与魔祖抗衡。既然这么强，娘，你还有底牌吗？你赶紧使出来啊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你呀！可现在连你都畏惧魔主，我啥底牌都没用了。现在后悔晚了，我已经通知了魔主大人，你们全都逃不了。别担心，等我们把他杀死，你们都会跟着一块儿去。你敢？这便是魔主，恐怖如斯。跪下！恭迎魔主！是何人敢伤本尊魔使？大人，是这个小杂种，他不仅伤了我，他还有惊鸿剑。我想那个惊鸿剑法，还有那个丹药，肯定也都在他的身上。这么多年了，
终于让本尊找到。3日后，本尊出关，将那3件东西奉上。本尊饶你不死。秋元，神剑交给北域，所有人都将万劫不复，别管我。小辈，过了逾期，你娘和你身边的人必死无疑。爹，现在娘被穆朱贤抓走了，怎么办？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爹，娘是因为我被抓走的，不如就用我将娘换回来吧。你别扯了，你就算把这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魔主，他一样不会放过你的。魔主实力强大，就算是整个北域联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若是不去，以魔主的脾气，北域定是会血流成河，那届时定是万劫不复。可若给了他3样东西，北域照样会万劫不复，到时候再也无人能阻止魔主。若是3位老祖还在，这又岂会让这魔主如此嚣张啊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便是我假意同魔主交易，而你呢，便借机布下阵法，将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，这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啊！那你说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我赞成秋元的想法。既然如此，便按照秋元所说，集北域之力，布阵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断魂山，镇压魔主。恭迎魔主出关，镇压世间万物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魔主。10日已到，穆秋元还没将那3件送过来。大人，现在才50，说不定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是啊，大人无需担心，这穆秋元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 7年前，本座捏死他父亲，如同蝼蚁一般。如今对付起他来，自然也是易如反掌，谅他也不敢。报告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大人，是穆秋元，他带人硬闯断魂山，还杀死我们好多弟兄，还谣言。谣言什么？快说！ 谣言要挖大人祖坟，还要把大人头盖骨当碗用，还说今日过后再无断魂山。本尊要亲手杀了他！哼！这断魂山也不过如此，守的那都这么废物。前辈说的是。 前辈当真恐怖如此，一个9品高手，2个8品都让前辈打死了。若是有足够的时间，前辈日后恐怕能踏足仙人之境。可惜了，这山顶啊，便是魔主的洞府，这个点他应该出关了。诸位上了山呐，我看只能是来生相见了。能为天下苍生而亡，是我等的大幸。看来你们没有一个人学乖，竟然赶着上门来送死啊！来干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给我闭嘴！没想到穆秋元，你能让这么多人来和你一块儿陪葬，真是让人惊讶。放了我娘，不然你的下场和他们一样。放开我娘！你要是很动怒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。不杀也是死，杀了他的一条狗也是死。况且魔主在哪？你把他叫出来，他奶奶来了。哇，是魔主来了！如此威压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！是本尊闭关太久，竟然连一介凡人也敢对本尊口出狂言！参见魔主！你就是魔主！混账东西！见到魔主还不下跪？你想死吗？我可不是他的狗！你行了，本尊要的仙法、神剑、丹药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但是你得先把我娘给放了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花样？住口！
把他娘给他吧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就好。丫头，把东西交出来。爹，把东西给他。东西给你，接住了啊！哼！魔主，诸位，助我一臂之力，若为助我。玄天困阵，想用阵法困住本尊，做梦！娘，区区玄天困阵，还想困住本尊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前辈，你先带他们走，我等挡住他们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在魔主面前，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用的。死丫头，你敢耍本尊？等本尊拿到仙法，整个北域都会为你陪葬。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仙法，我手里就一把剑，还有一个葫芦。仙壶，那老东西把它给你了。你认识我师傅？何止是认识，这么算起来，我算是你的师兄。实不相瞒，惊鸿仙法就藏在你的惊鸿剑里。惊鸿仙法？不是，那不是养生功吗？养生功，我的好师妹，你可知惊鸿仙法乃是仙法，能使凡人退凡成仙。至于你，毫无修为，也不知那老东西看上你哪点。原来师傅教我的是仙法，难怪他和我说不会武功。穆秋元呀，穆秋元，这老天是在系统你，给你仙法却无法修行，真是大快人心呢。这个仙法我练了7年，师傅日夜指导，我却毫无长进，看来真的与修行无缘。小心！前辈！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我没眼花吧？秋元接了魔主一掌，竟然毫发无伤。你没看错，这丫头还藏了一手。这绝对不可能！能接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辈这实力恐怖如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多奇怪啊！我居然没有受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魔主还没有发力，否则这个剑主早就魂飞魄散了。不能，乃半步仙人，天上仙人不涉尘间，是这个世上唯一的仙人。丫头，那老东西给你吃了造化丹。造化丹？你说这个？是，就是这个。师傅给的，味道不错。该死！凭什么那个老东西给你这个废物给我？爹，什么是造化丹？魔主曾经提起过，此丹可去诸恙，皆能使肉身大进，气味之盛，远超大部分登峰造极境大圆满，就连半步陆地神仙都无法破防。世间竟有如此神丹！凭什么？他一个小贱人，竟能得如此造化？他不过就是一个不能修行的贱种。若是我早知得此丹，那我岂不是就修为大成了？还真让这个杂种得了机缘。小心秋元！秋元，死丫头别得意，待我用噬吞绝阵将你炼化。不好，秋元虽肉体强悍，可是他也抵挡不了这噬吞诀啊！秋元，死丫头，乖乖成为本尊的养料吧！
这什么东西啊！快放我出去！要吧，待会儿连骨头渣都剩不下了。不对劲，这火怎么像在按摩？眼皮好沉啊！就眯一会儿。魔主的噬吞诀，连玄铁都能融化成铁水，就算是铁打的，7七49天，也得化作飞灰。娘，你快想想办法，缺他已经要不行了。阵法被魔主控制住了，我也无能为力。魔主，你不怕焚了仙法吗？仙法乃藏于惊鸿剑中，由天道所护，不会折死。唯一能烧成灰烬的，只有你了，小娘子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哪怕机缘落到他的头上，他也守不住啊！到头来还不是沦为他人的养料？你们勾结魔人，让北域陷入火海，乃是千古罪人，后悔都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这么想做鬼，下就送你入黄泉。竟然没炼化成丹，可惜那枚造化丹了，和他化作尘土。秋元，秋元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秋元！我的好女儿，嫂子，你醒醒啊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对着干了。前辈都被烧成煤炭了。既然你们这么重情重义，那就下去陪他好了。穆忠贤在，动手。是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若薇，活着才是胜利，你这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呻吟。我杀了你，有什不可？哥，忠贤，我们要杀了你！聒噪！这惊鸿仙法便藏在惊鸿剑中。小子，之前废你双腿，本想留你，不曾想你如此不惜命。若不是当初你下毒，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还在狡辩！既然如此，让你送你去见阎王。秋元，来世再见。商天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这么丧？秋元，你没睡觉？不是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，我都看见了，不要偷偷抹眼泪啊！秋元，你刚才快吓死我们了！前辈，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！方才真是惊险呐！大惊小怪，我只不过睡了一觉。哎，怎么可能？你竟毫发无伤，从未有人在本尊的阵法中活下来过。你这是什么阵法？暖暖还挺适合睡觉的。嫂子，你还真是冷啊！口出口言，我是侥幸活下来罢了。不可能有人侥幸活下来！杀了你，世上就再无人从我的阵法中活下来了。你给我让开！
你自称噬魂诀灼烧，肉身没有变弱不说，竟变得更加强大了。是吗？我没啥感觉，要不我试试？要。你们看，这经过淬火之后，我力量确实更强。哇，一掌，嫂子只用了一掌，你打飞了魔主哎！想不到你还留有这么大一手。我就说嘛，能接住噬日吞诀且毫发无伤的人，不是仙人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这一定是假的，他肯定还藏了什么功法。这个废物女人怎么可能能伤到魔主啊？别自欺欺人了，是在找死吗？对，现在后悔晚了。不可能，你身具仙力之人，怎么可能会受伤？死丫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招数？说实招来！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大家都看见的，我刚刚是徒手打的你，明明就是你自己力量不行，居然还敢说自己是魔主，欺人太甚！魔主，或许是他的肉身被火焰淬炼得更加纯粹。此乃惊人不破、万人之血养育的鬼斧，今日能让本尊用这个杀了你，是你的福分。还来啊！这股力量竟是仙力！怎么可能？魔主都跪下了，秋叶难道真的是仙人？这个杂种怎会有如此修为，连我这个神通境都站不起来呀！怎么可能？本尊的双腿怎么不听使唤？魔主，魔主大人！爹，魔主没气儿，死了！慕中贤、慕容杰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不，秋元呐，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人是吧？有话好好说呗。一家人，你也配跟我提家人？当年你追杀我、陷害我爹娘的时候，又何曾念及骨肉亲情？我当年是魔主，以性命要挟。秋元，二叔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对，是魔主想在北域找仙宫，逼我们当眼线呢。到临头了还胡言乱语！哟呵，尿了，真是个孬种。秋元，离远点，别脏了你。秋元姐，和我没关系，全是我爹，是我爹指使我这么干的。闭嘴！丢人的东西！我丢人？难道当年不是你勾结的魔主？哼，秋元姐，杀了我爹就行，别杀我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孽子，你说什么？我杀了你！够了！我可没有心情看你们两个父子相残，
放弃。你们要是想死，也没有那么简单。爹娘，女儿不孝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来看你们，如今孩儿修为大成，不再是一介废人，也如你们所愿，好好活着。而且我把这对狗父子带来，让他们以死赔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，我罪该万死。当初你们家对我那么照顾，可我却猪油蒙了心，为了篡位竟然勾结域外魔人，我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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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伯父伯母在天之灵，饶我们一命吧！秋元啊，你就放过二叔吧。我们可以自废经脉，远离北域，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不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自废经脉，永远不会再回北域了。回来？可我爹娘永远回不来了。爹娘，修远给你们报仇了。秋元，师傅，秋元，大仇得报，也该随为师回山修炼了。嗯。哈哈。